眼前所見嘅呢道紅色嘅牆係我哋打卡嘅馬克杯牆。呢道牆係由220個馬克杯組成嘅。2022年，我哋曾經借俾葡萄牙里斯本嘅博物館展出。當時佢哋為我哋設計咗呢個 DNA 或者中國如意結嘅裝置設計。我哋沿用呢個設計理念，取其源源不絕之意。訪客嚟到呢度可以透過眼前嘅互動顯示屏，了解每一件展品嘅詳細資料，包括生產年代同一啲基本介紹。呢度展出嘅馬克杯基本上係清朝外銷嘅馬克杯。馬克杯其實就係歐洲人用嘅啤酒杯。展出嘅主要係清三代康雍乾盛世時中國製造出口俾歐洲人使用嘅啤酒杯。我哋呢度嘅馬克杯主要有幾大類別。第一種係展示中國嘅吉祥文化，例如漁民、花卉、青花山水。另一款係當時歐洲人對中國人生活面貌嘅好奇，所以可以見到一啲滿洲人家庭樂嘅畫面。當然都有一啲歐洲風情人物，仲有一啲係記錄歐洲嘅家族徽章。呢個可以視為中國人對佢哋家族記錄嘅一啲貢獻。仲有一款係青花矾紅描金，亦可以稱為伊萬里風格。呢個係由於日本喺右田呢個地方發現咗高嶺土，所以佢哋都好似中國咁樣製造瓷器。明朝中國實施海禁嘅時候，歐洲人轉移到日本訂購馬克杯，呢啲就係當時日本為佢哋製造嘅風格。由於燒製瓷器嘅窯口一般喺水源附近，方便海運出口，右田呢個地方接近嘅港口就係伊萬里港口，所以呢種風格被稱為伊萬里風格。後嚟中國恢復返海運，歐洲人轉移到中國訂購馬克杯，但係有部分人仍然鍾意伊萬里風格，所以中國都會仿製日本嘅伊萬里風格。